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大家应该拢会晓读。可能唔知讲这里有两个音，拢是同一字。做伙来看到这一字，就是乌蝶的蝶。读做蝶，这是文音，鼻音读做呀。一般咱拢会读做呀。若是尾呀，就是一款汤拖，头有一对虎眼，两对单眼，中有触角，头下骹有喙，会当伸长来竖花蜜。另外，胸坎有3对骹，2对舌仔。生长周期有卵、幼虫、蛹，也阁有生虫死的阶段。现主时，规世界差不多有9万外坎。咱顺线小解讲，像鸭收水的方式，有人讲是鸭收、乌蝶收，嘛有人讲是海猪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尾鸭，咱一般拢读做尾鸭，就是鸭乌蝶。第二个词乌蝶嘛是同款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乌蝶花，嘛有人讲是尾鸭花，唔会当欣赏。汉语认为讲紧抓去啉会当解热利尿、治骹气。若花煎药啊，会当改善那后无爽快的症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蝶，这是文音，另外鼻音读做鸭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